歡迎大家嚟到 DAS 嘅投資學啊！咁下一周講美股周策略嘅觀點係恒指區間震盪、結構行情未知、地緣衝突、隔岸觀火啊！我哋先嚟睇下恒指近排嘅走勢。咁恒生指數近排走勢相對嚟講係比較弱嘅3連陰，都係呢一波反彈行情以來嘅首次啊！走勢上嚟講比較弱。咁我回顧下我近排同大家分享嘅觀點。咁從上個禮拜我就同大家提示，港股呢個位置調整嘅壓力相對嚟講係比較大。點解咁話？指數我認為更多係一個利好兌現變利空嘅走勢，中場休息，高位震盪。然之後本週17號、18號嘅觀點530消息5月30號消息公佈以來，市場對佢預期已經係充分消化，甚至乎有所投資。咁所謂買入預期，賣出兌現。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除非呢個政策大超預期火上加入，唔係嘅話，就算係符合預期，市場都會當咗佢為不及預期嘅。6月18號市場反應不佳，下跌為勁，政策力度低於預期，預期落空，咁市場短線或將維持弱勢震盪。近排已經有提前同大家提示，指數有調整嘅壓力風險啦。咁呢個陸家嘴論壇，我哋點樣去解讀？唔係話有重磅嘅呢個金融政策嘅發布咩？點解走勢仲咁弱？我哋炒股要解決一個問題，一個核心嘅一個問題係乜嘢？就係預期同埋現實。預期同埋現實，有時候應該係要強預期，有時候應該要強現實。咁幾時強預期同埋強現實？呢個我哋要根據市場動態變化我哋最忌諱炒股最忌諱乜嘢？就係入戲太深，唔好入戲太深咁解讀下呢一個陸家嘴論壇嘅一個金融政策首先就不及預期不及預期點解咁話？我哋睇下呢個央行潘功勝嘅呢個8項重磅嘅金融政策有邊啲？第一個，設立銀行間市場交易報告庫。第二，設立數據人民幣國際換盈中心。第三，設立個人徵信機構。第四，喺上海臨港新片區開展離岸貿易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第五，發展自貿離岸債。第六，優化升級自由貿易帳戶功能。第七，喺上海先行先試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第八，同證監會研究推動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咁睇完不及預期除咗呢個數字人民幣數字貨幣呢個地位有所提高係超預期之外，其他都係不及預期嘅。同大家講，市場佢想要乜嘢信息佢想要增量嘅政策，想要增量嘅政策，乜嘢增量？資金增量，因為股市係由資金推動嘅咁你可以睇得出冇資金增量嘅政策嚟，咁市場當然係下跌為勁你冇增量政策就算啦，你仲係要喺股市裏面大量嘅抽水。呢個證監會主席話創新板將支持優質未盈利嘅創新企業上市未盈利嘅重啟未盈利嘅企業適讓科創板第5套標準上市，即係話你 IPO 嘅呢個標準又下降咗咁股市係由資金推動嘅，你呢個增量又冇，增量政策又冇，但係需求抽水IPO 抽水又喺呢度，所以市場調整一啲都唔意外一啲都唔意外。咁我嘅觀點係區間震盪結構行情。咁區間係乜嘢位置？我認為恒生指數呢個位置跌唔會跌幾多？點解咁話？仲係呢張圖呢個重磅嘅呢個政策喺呢一度，指數易升難跌，跌唔會跌幾多跌唔會跌幾多，調整空間有限。咁經過呢個殺跌之後，我認為恒生指數呢個位置下跌空間已經係有限。呢個時候我認為更多係一個乜嘢？時間換空間，區間震盪嘅概率偏大。咁區間係幾時？我認為會喺2萬到2萬4、2萬3到2萬4呢個價位附近。
23,000到24,000呢個價位啊，1000點呢個附近做一個區間震盪啊，區間震盪。咁結構行情係乜嘢意思啊？指數雖然波瀾不驚，但係板塊暗流湧動。咁我喺節目都同大家講過，醫藥嘅炒作告一段落。咁下一個接力嘅熱點，我認為最大嘅可能係 AI。大家選股交易嘅呢個板塊方向，盡量往 AI 呢個方面去。我認為係喺6、7月份呢個時候容易有大嘅催化。因為同大家 AI 呢個位置其實已經乜嘢 DeepSeek 嗰一波啊，DeepSeek 嗰一波係3月份2、3月份升咗一高潮之後，其實之後一直喺度調整，一直喺度消化緊。咁而家我哋呢個位置從時間空間角度嚟講，已經係接近呢個臨界點。AI 之後我哋重點關注啦。咁講下美股嘅觀點啊，地緣衝突隔岸觀火。地緣衝突大家都知就係呢個伊以衝突啊。6月13號，以色列對呢個伊朗發動咗呢個空襲要消除呢個伊朗嘅呢個核設施啊。咁而家睇下呢個衝突仲有升級嘅預期，兩個都喺度唔讓步而且乜嘢美國都話要加入睇下呢個最新嘅呢個新聞呢個以色列嘅呢個總統話有能力摧毀伊朗所有核設施，而且唔排除伊朗政權嘅一個更迭。而且最新嘅新聞乜嘢？呢個白宮秘書話，美國總統將會喺接下來嘅2週決定是否對呢個伊朗發動呢個襲擊，會唔會捲入呢個戰爭咁特朗普嘅立場係乜嘢？伊朗不得擁有核武器，而且必須同美方達成協議，內容包括不進行鈾濃縮活動。咁2週嘅時間俾咗市場充分咁去消化咁會唔會係下一個 TACO 呢？當然係值得我哋去慢跟蹤啦。所以喺地緣衝突呢個背景之下，確定性係非常之高。所以如果我哋係資金嘅話，當然係乜嘢觀望、隔岸觀火，唔會貿然發動呢個行情嘅。更何況呢個位置係個歷史嘅力位，整數價多重頂壓力位，所以呢個位置納指我認為下一周行情依然係冇太高預期，觀望情緒震盪收斂，甚至震盪偏弱嘅概率更加大。咁講咗呢個地緣衝突之後本週仲有一個大事件係乜嘢？就係6月嘅議息決議咁鮑威爾表咗態，講咗乜嘢？強調關稅帶嚟嘅通脹風險同埋呢個減息嘅數據支撐不足所以仲要等威田咁睇下最新嘅呢個點陣圖每個季度會出現一個點陣圖，3月同埋6月嘅一個點陣圖。咁仲有一個對比點陣圖係睇呢個中位數邊個多，呢個利率嘅區間就喺邊度。咁3月份嘅呢個區間就喺呢個位置同埋6月份係冇變化嘅，冇變嘅。有變化係乜嘢？呢個4.5到4.25呢個位置佢反而仲增加咗，增加到3個。所以說明乜嘢？市場認為唔減息嘅概率反而增加咗，說明呢個係偏鷹派。雖然呢個中位數冇變化，但係市場認為唔減息嘅概率其實係仲係有所上升。說明乜嘢？而家美聯儲內部分歧都非常之大，分歧越大，後面波動就越大。咁睇下呢個 CME 美聯儲觀察嘅呢個最新嘅呢個概率啦。咁目前嚟講，市場預期係乜嘢？7月份90% 仲係維持不變。咁9月份下一輪減息最有可能係乜嘢？9月份差唔多有70% 減息25個 BP。10月份大概係維持不變。然之後第2次減息係喺呢個12月份，即係話而家市場預期有2次減息9月份同埋10月份每次減息25個 BP。呢個預期我哋要有。咁最後尾就分享金股到咁上個禮拜同大家分享呢個 AMD 咁有可能又話冇買到 AMD，大家知道咁係升到10幾% 嘅，
所以同大家講，我認為我嘅呢個策略都係相對嚟講比較準嘅啊。咁百度有乜嘢值得你關注？首先22號啊，Robotaxi 嘅呢個相關嘅呢個消息發布啊，咁周日消息啊公佈啊，後面有催化。然之後百度大家知道百度佢嘅 AI 其實都係行業都係領先嘅，無人駕駛行業領先，然之後估值又低估，所以百度呢個位置，我認為從直播率嘅角度嚟講，其實係值得我哋重點去關注嘅。我哋做一個留意啊，喺催化劑嘅表現之下，百度可能下一週有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啊。好，今日節目就講到呢度啊，多謝大家收睇，咁下次我哋再見啦，拜拜。